喺2025年 September OpenAI 同 Oracle 簽咗一份300 billion 美金嘅合約，呢個消息令到 Oracle 嘅股價即刻飆升咗58%。Oracle 就利用呢次估值上升去睇錢大手買入 Nvidia 嘅硬件，呢個新嘅需求令到 Nvidia 嘅股價創下新高。之後 Nvidia 再承諾會投翻1000億美金落去同 OpenAI 嘅合作，佢喺 AI 行業入邊嘅錢開始咗圈圈嘅流轉，而 Nvidia 就係成個圈嘅中心，成為 AI 界嘅華爾街寵兒。有人話成件事根本就係龐氏騙局，不過如果底下有真實價值，其實都唔算係龐氏騙局。等等，根據 MIT 最近一份研究啦，至今有95%企業投資生成式 AI 都完全冇帶嚟任何投資回報。自從呢份研究發佈咗之後，人工智能短期內嘅實際用途就開始受到質疑。OpenAI 最近轉向做動畫影片生成，甚至涉獵嘅色情內容，呢啲都唔係 AI 本來承諾要帶嚟嘅科技顛覆。要記住，自從 ChatGPT 推出之後，納斯達克100指數已經升咗1倍有多，最近更加幾乎係直線飆升。當中 AI 相關股票，例如 Nvidia 推動咗唔少升幅，但如果有95%嘅 AI 實際應用都係冇投資回報，咁樣嘅局面點都唔會有好結果。問題係呢個熱潮仲可以去到幾盡，仲可以維持幾耐？頭先提過嗰份 MIT 研究仲發現，有40%嘅企業已經成功用 AI 大型語言模型嚟做嘅簡單工作，例如起草電郵、總結文章同埋做筆記。研究仲指出咗一個咁嘅叫做影子 AI 經濟嘅現象，意思係員工越嚟越多用緊消費者級 AI 工具，所以嘅消費者同員工層面 AI 好似真係有被廣泛採用，亦都有實際用途。咁即係話呢項技術呢，好大機會真係提升到個人層面嘅生產力。問題就係話投放咗落 AI 嘅幾十億美金，其實唔係為咗個人用，呢啲錢本來係想幫企業自動化同埋簡化成本，希望可以睇到幾萬億嘅人力開支。呢個就係一開始大家咁興奮嘅原因。即使 AI 可能真係提升到個人層面嘅生產力，但係好難講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轉化成企業層面嘅更高利潤，定只係代表員工可以用更快嘅速度做翻同樣嘢嘅。如果真係咁，其實就唔值得有啲大筆資金湧入 AI 度。淨係 Alphabet、Amazon、Microsoft 同埋 Meta， 單係2025年就會喺人工智能上邊花3000億美金，呢個已經佔咗美國 GDP 總額嘅 1.2%， 講真都幾誇張。不過呢，講公道嘅，公司呢喺 AI 上面使太多錢呢，本身唔一定係問題，但係如果呢啲開支係靠借錢嘅撐，就會變成問題。而家就正正係咁，淨係 Google 2025年就已經累積咗100億美金嘅債務， Meta 自2022年開始都已經有280億美金債，微軟嘅債務堆淨係過去1年就由270億升到460億美金。 Oracle 而家都係 AI 界大名，佢哋而家孭住接近900億美金債務，而且每一季都仲加緊。淨係2025年美國科技公司就發行咗大約1570億美金債券，比起上年多咗70%。根據摩根大通，依家同 AI 有關嘅債務已經佔咗企業債市總額嘅14%。如果你對債務有啲認識，你就會知道呢啲錢係要連本帶利還翻出嚟。換句話講，佢公司借錢嘅投資 AI 就要靠 AI 帶嚟投資回報，先至可以合理化佢哋背住嘅債。而家現實就係 AI 短期內嘅投資回報好有疑問，佢一到還債期可能會帶嚟財政壓力，甚至違約。我哋喺90年代末見過好似咁嘅情況，當時就係互聯網股票。美國10大最大公司當時都因為投資者好興奮，投擲幾十億美元落去建設互聯網基建，情況同而家好似。嗰啲公司包括 IBM、ATT、思科、沃爾瑪、英特爾、通用電器同埋微軟，全部都係90年代末股價爆升嘅股票。好多人都睇得出呢個情況其實係脫離現實。我哋睇到幾篇當時嘅文章，警告話股票估值嘅基本面支持。好多科技公司為咗追得上市場變化，使咗大量錢，而大家對未來嘅期望已經同財務現實脫節。史丹福大學當時出咗份報告呢，提醒話科技行業大到已經令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。最後連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好似羅伯特·席勒都對科技行業入邊嘅投機行為表示擔憂。事後證明呢啲擔憂全部都係有道理嘅。納斯達克100指數由1999年高位跌咗80%。好多細規模嘅科技公司因為負債太重，最後完全破產。但你留意下呢啲文章嘅日期，呢篇係1996年，另外2篇係1997年。如果你睇翻納斯達克100指數嘅價格圖，就係喺呢個時刻。互聯網股票喺1997年已經開始急升，
就係嗰一刻互聯網股票開始瘋狂飆升，但係市場高峰其實要到2000年3月先至出現，足足遲咗3年。呢個就係一個完美例子，證明市場可以不理性得耐過你可以頂得住嘅時間。90年代尾先入場嘅炒家，連續幾年都賺到盆滿缽滿。當然啦，當泡沫最終爆破嗰陣啦，好多嘢佢都輸清光。佢而家 AI 泡沫係接近1996年定係1999年。其實我哋好清楚知道1999年泡沫爆破係咩觸發嘅。如果我哋將聯邦儲備局嘅利率疊加上去，就會見到美國央行喺90年代尾大致上都係減息，呢個令到金融環境更加寬鬆，投資者就更加有信心可以繼續安全攬炒高互聯網股票。但係去到1999年，佢哋開始加息，想令市場降溫，而呢個方法真係有效，泡沫爆破，成個局就散晒。我哋覺得而家都可能會跟翻類似嘅劇本。如果我哋睇下2025年嘅半導體 ETF 呢個可以話係最關 AI 事嘅一籃子股票，會見到佢而家都係直線嘅升勢仲好似越嚟越快。如果我哋再加埋聯儲局嘅利率嚟，佢會發現佢哋最近都係減息，咁樣就更加助長嘅投機行為。只要聯儲局繼續維持低息同埋穩定，投機活動好大機會只會越嚟越熾熱。但係一旦聯儲局決定開始加息，我哋就會知道高峰期已經好接近。喺2025年市場調整期間，我哋多次公開講過，半導體係一個好大嘅買入機會，因為之後個市又會變得瘋狂。過去幾個月，佢 Bravos Research， 我哋一直持有幾隻半導體股，例如 ACMR、應用材料、ASML 同 Nvidia， 獲得咗非常可觀嘅回報。你信唔信由你，只要我哋覺得市況仲係有利，我哋都會繼續咁做。